享收看出名台会爱系王小 K， 可大家合票有贵台片抢又有个无非常个奖哦，还有一招风色个铁桥。因你俩是出名台会当讲累到咧法连染个用力钱哦，也谈无移动中个那个生产屋个面积有减3000啷公顷哦，而今两栋就系减有7000公顷，安样个生产面积系全国单一行情去自重所生产面积最大个哦。不过呢，生产到按到量个米品质也唔会烂，不过是以前冇七家个品牌，大家讲到发动米上到就系丝松米、系冠山米，都冇上到牛力米哦。啊，佢两下牛力钱都推出了七家个自有品牌，就按照牛力米哦。尽管所讲，你系用阿妹个名去按名个哦。今日出面台府咧到两片，就系对老印尼个农民还有乡亲朋友共下咧讨论，到底两个牛力米个品牌考虑过后，能把个路爱用办行，因为行两批去到出面台府个讨论现场。开会了！大家天天讲票，来到出面台会个讨论现场，今日要强度向亲来宾哦，来参加共下来讨论两个玉米米哦，也为大家绍介今日来参加个特别来宾，第一位为大家绍介是印尼花莲人政府农业处个副处长汪国九汪副处长，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副处长哦，大家提议为印尼位绍介是印尼玉米种个大家长、玉米进长、刘德进刘进长。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两位哦，喊卡第三位来宾是负责代表印尼绍介个是花莲乡村社区大学个主任董校长哦，严家新严先生你好。各位乡亲大家好。欢迎三个特别来宾吼，是印尼今日出面台会俩是无共下咧讨论俩个印尼玉米米俩个新品牌哦，也看到下袂乡亲都错到嫩嫩哦，印尼也滴啊，玉米钱俩下也算是客家台钱来从嘛，又当到客家人哦。欢迎大家好，然后大家热笑一下。欢迎大家吼，感谢大家来。今日呢，就咧讲到，其实呢，大家讲到咧发动米啊，发动米的品质一定好啊吼。大家想要好好食品，就地多咧发动米当好。毋过呢，通过七松米、通过冠山米，也通过柳亚米、福利米。毋过有利米其实咧个去个。他讲，我们讲说客观的条件、自然环境，都老掠到米气都系形容非常安好吼。所以讲咧牛力米咧个统一个品牌，系到今年掌柜时又推出来的哦。到底能把几个路用办行长做啲新工打出来呢？就基本咧讨论个焦点，因为体现为乡亲朋友咧抢问有掉部分问题，为抢到系因为牛力两片农会个总公司，抢几条咧让人讲一下，但跳过还冇用牛力米之前台提米个生产，还有行销个情况系用办。总公司也来到现场哦，你好。我请问一下总公司，你农会跳过要推出你按照系玉海米啊，跳过在市面上卖嘅时间卖时间吼，了消费者嘅时候我明唔清楚讲，两位系哪一位类米冇？错，你啊吼，安尼用你真装了真装吼，当上心吼，因为安尼过去吼用玉海米，玉海米大家唔知讲了玉海系哪蔬菜吼。你若讲玉米米吼，当农民一家就推销，就一家系品牌，还有就米商没有一家系品牌。大家唔知讲你系哪位出产个？你若就产地认证，你都大家拢知花莲好山好水好体力好个土壤好的空气，水都没污染啦哈。咱种系米当好食，但系冇品牌，大家唔知。你若讲你订玉米，吼，大家知讲你系玉米。伫花莲体好蔬菜个种出来个好米，大家就会都安心，吼，都安心，对卖安尼玉米。所以总共是用讲起来，你还有玉米那个品牌，算系安尼玉米真红个喜事啦，吼，大家一起的喜事啦，吼。好，安样介绍做得非常感谢总公司哦。好，你透过一份资料咧做咧统计整理，本全国个乡亲朋友很加清楚了解，嘛该按照玉米。人牌叫用办行销，你看一下两份资料哦。看到有你前总部改生产面积达栋啊，大约有3000啷公顷，一年做2栋嘛，吼，2栋加起来就减有6500公顷，了面积非常安大哦。伊占贴全国总部改总面积都有2.55%，我想讲啊，2%
冻少，无呢，全台湾种米的面积有几多啊？中南平原那一带，所以我们这样子小小一个玉里镇，它是全国行政区单一面积里面是全国最大量的哦。咱看会到去达冻嘅产量，台体做得达到42900公吨哦，所以这个产量也非常安泰。其实呢，唔但像系面积大、量大之外，上跳下总共是要有讲到啊，品质非常安好哦，吼。其无论系种有机还是普通自然农法，农民都非常安达标，体力环境又好，种出来的米又好食咯。所以你下呢是欠一个品牌，人把用个咧好好推销，系你下重主要做的事情哦。在进行正式嘅讨论之前，强调你对面之前，你先来看剧团哦，你介绍阮记者先来到牛力两片，所针对本大家了解，嘛介多大按做系牛力米。关那过去柜台片内强有味嘅甜球，日头走土浓度红特别当年，也当为系法令沿用地震，唔但将系全国单一行政区域度，前台嘅土米产期，每有一定好嘅4天反击，每本菜地嘅农民得到一道国内外米同米色比赛嘅奖，虽然成绩以好，唔过一切唔系以有名。因为农民坦白讲，他会做事，就不会行销了。行销坦白讲是对农民来讲是一个比较困难的工作。现在唔系青农人地，接送消费者更认识嘅系啲推动类嘅慈送米，各种用嚟政工所嘅天爱嘅传统，用嚟米3天认证之土，唔但将佢攀动到错推广嘅送米费，美食里面尽量兼嘅样样赞。针对那些食品安全规范的地图，做我们的使用的农药的部分哦，来做测定，一定要符合那国家 CNS 的标准哦，一定要2等米以上，容重量一定要有560以上，各位食味值一定要有65以上哦，那才会颁发给那标章。一项制度仲未啲年代真实事实，亦都农民都非常嘅期待。也用嚟要做2個認證，是對人哋嘅農民要親和嘅保障啦。對大家蒙定為傳統用米嘅同時，撒有意圖嘅農民少。按當年代台灣天力公司計劃外地採地嘅東風里，雷撒數天高壓天塔用風扇，會對採地帶來異態嘅影響。有機農業，有嘅，還有休閒農業區的改變山，所以佢哋呢片山，佢下坡到牛力來，佢下牛力嘅天際線有冇？就本嚟推田嘅田塔佔領，本身凍降嘅牛力群，就變到冇降。一張一隻黃色嘅鴨子，動入法律嘅低強烈無污染嘅環境成長，對宜蘭曬到法令用地嘅一件肉鴨廠，成片未外銷到嚟日本。不過農民睇到會由天塔嚟到日本嘅雷沙子，非常嘅受利。電波的關係啊，種的東西會比較不好啊，還會對人體影響啊。按你種嘅天塔落去，冚唪強怕。我哋啲睇啲嘅農民買嘅種嘅東西農產品，更怕冇人愛嚟買哦，抗議都大，都係嚟抗議。面對用地震上嘅推廣安全農業同用米3天驗證制度嘅同時，沙要多多愛高起國家建設，愛用嘅政府嘅度兩條路，做地方嘅係也無污染嘅環境膜，變做嚟淺顯有解決嘅難題。看到呢花蓮界那個風景看起來真緊係河山河水哦，大家應該會想，用河山河水界為所種出嚟嘅米，田種品質係一定好啊。不過記者呢又是一類兩篇採訪哦，兩個米嘅價值哦，從南片呢順序咧吼，從起上米係一定好哦，佢家200斤嘅米啊，最高做得很多，1800元、1900元都有哦。佢家高下咧上百咯，比如講像豆腐里，兩個價值又略略下差異是咧。不過一路到呢個玉里啊，佢家米嘅價值像坐階梯一樣一路下降，到我們玉里鎮，通常那個這個市站的這個收購的價格，以上冇嘛個理想，那邊問題有像香港呢個緊張哦，用看起來呢個用米米品質唔會難嗎？個產量又安泰，用乜價值咧幾行業安多年來用辦冇嘛個起色用啊呢？我想我們玉里米其實真的要讓我們需要有一個振興的機會哦，因為在多年來，我們玉里真的很認真的種出很好的米，但是我們發覺其實這個價錢
真的跟其他的乡镇比起来，我们是要讨论的。那你觉得产地认证标章对这个价格的提升是有帮助的吗？帮助在哪？因为我们的米其实量真的蛮好，质也非常好，可是我们都是为人而作价，我们希望有一个我们自己的这个玉里米的这个地产标章以后，这样我们可以集结我们所有的农友，因为我们有很多很好品牌的这样的米，但是大家都不知道原来是生产在玉里，因此我们希望做这个我们的地产这样的一个标章，让我们农民经过我们玉里米的认证，然后增加消费者的认同之外，也增加了我们这个米的这个价值。我想这个才能够提升我们在这个米价，让我们的农友真正获得回馈。你看吼，系今年涨未退出来的嘛吼，你看台体走改新豪、新孔很永半新，看看什么时候我们可以吃到第一包上市的玉里米呢？我们这一次的第2期做，一定可以让我们的玉里米跟各位来见面。我想这是我们宣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今天在场很多农友也都加入我们的这个玉里米的认证标章。好，非常感谢金总哈，金总讲了哈，你每个时节每栋某个时节可能就有机会。咱问题也请教，你让政府了片哈，你知道了解产地嘅票种了解认证部分，对你推广农产品嘅成熟度那一片，看看机会拄到嘛嘅困难，你是最了解嘅。我们县长啊，相当重视我们花莲的这个农业发展，是，尤其是我们农产品的外销政策，县长也责成我们县政府，农业处来拟定这个花莲优质米的外销计划，当然啦，我们可以预见未来，也恭喜在座各位因为大家都是苦心经营出来的我们的米啊，已经有口皆碑所以副组长的意思是说，我们玉里米将来建立品牌之后，不只要销在我们台湾国内的米市场，还要达到国外区。然后在这一块环节上，县政府会给予一些预算编列的支持吗？当然了，我们县长非常有眼光我们率先就补助给我们玉里镇镇公所有339.9万来挹注我们玉里镇公所来成立一个稻米的检测中心站，并且由我们玉里镇公所来整合在地的玉里米，推行产地认证制度，也就是由公所来辅导协助我们辖区内的我们在座的实际从事我们水稻农民来参与。不过你好，先快否严先生，我待会再请教你。我先请教我们第一线实际在种播感农民你看用有利品有利米嘅品牌那个认证推出来真重要，又讲了有300公顷嘅又是新强，台体问一下。你就饲到你种播然后牛力进公所又推出牛力米那只品牌，你就想为了教你参加像安样个认证票种个果仓现场么？你就会饲到了对你个米个行销又系成熟的么？还讲你其实有嘛个建议来讲，像假设你咧谈行嘅意见，了解先生你好，请问你有教人了解牛力米个那个品牌么？有。有，你会用办上诶咯？我会想讲安尼真装按3万拄个上个玉里米因为玉里米逐早拢唔滴，逐早去看了意式米本来无人滴按你若讲打玉里米，一个地区人家才知道。你七个挑过种无系七个种，七个买还是七个种，毋过系照顾碾米虫改片。稻米松啦，还有公粮部分啦，莫就做谷种啦，安尼做出去。所以你种米做到一定好，糖讲了种面当有系你种的米系哪包？我种的都叶片冠军米那个珍珠米个。叫冠军米啦，我们顾名思义，听到名字就很怕，表示它的米系非常一定好请问你再看一下，你一包种系几多公斤2公斤像安样一卖一包系几多钱该卖300球。应该就糖不错不？你一包就得买到300球请问金总，这是很高的价格了因为这个为什么会这么高价位？比如有那测实位值达到80分以上。这次碾出来的是我比赛第1名的那个米值。好，所以你对这个照顾了无系动用心，系讲比如你了下就教你了解牛力米的产销，你已经有7个品牌了，你还有人摆用办对达到哪片为？你行下了牛力米咯？了，看伊咧了嘛袂搭牛力的标章海，用办了，你的了品牌，但是因为搭牛力搭出来放因底，了往摆甲土的又写义理，用办袂写义理，当养因唔滴讲了牛力生产的，所以
甲玉里标示的动态都该吼。哦，所以这是双层的效果啦，吼。嘿，掠2个呢吼，安尼真总都动3磅都该种掠玉米米有无？哦，俺哋想讲哦，掠真总对安尼农民动惯性，所以俺哋吼就也是很感谢我们的镇长了。所以为了要达到促销更好的目的，加了一些检验费啦、标章的规费，在你们来说，那都是应该是去支持的成本，系冇？只要社会买得好就好啦，哈。好，感谢大家欣赏，感谢你。还有其他乡亲朋友做咧，让你讲一下冇？你介意的吗？还看你冇介意，可能又嘛介意人。好，大家欣赏。你也有介意一零油粒米吗？有。也很有。因为咱真常吼，都退了种个玉米米吼。所以讲，安尼农民啊，总在讲点时本真常都落，因一家会行会铺啊，同埋夹吼，就按照我的构想吼，农民一家会自家行会铺的吼。你的市道是讲价咧了解票挑咧布置下好卖，还袂用因地咧系用你的好米啊样嘿。嘿，有种上掠去吼，100公斤烟掠去提去，我有参加，有验有吐摩托，吼有验报告，本来我都向公所人认认，你个付出去吼，你要都有标，我检验报告，伊两个月过后呢。都今年个都个销售率啊，都差不多甲量生出来，个跳忙出来，我检验，我要付落去。毋过了，介意了米个品质有基本个条件哦。你系讲会对环境、对土地会好好照顾，了方面农民都饲到有信心做会到的啦吼。哦，有，因为用办的无，因个发现吼，遐中央山脉吼，伊个。哦，我这个灌溉水到中央山脉来，这个山塘的树叶要地下全植物吼，落水袂流下来。我这灌溉讲的水，这个都有很丰富，种有机质，还有一些微量元素吼，了对哦，相当的好，我这玉米米哦。相当个好，非常好。所以人摆七家种出的米，毋是个本吃爽啊，也是灌上那去做几条米，七家有七家个品牌的啦哈。有。好，非常感谢大家欣赏。好，那下面请问一下我们严先生哈，我们刚刚提到了哈，玉里这样种米的面积全国是数1数2的了哈，这么大的面积，我们知道品牌的推出。维持长期稳定的品质有时候是关键。那你觉得在我们玉里地区的来讲哦，它现在所种植出来的米，你觉得在这个关键上怎么样被把持得住？我们是有什么有效率的方法是可以做到更好的？其实刚才大家都提到一个很关键性的问题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要做在地品牌哦，在地的认证的部分哦，就是会有多重的认证这样子，就是说你自己做了一个，假设像刚才的大哥讲说，做了一个叫做冠军米的品牌，然后又多了一个玉里米的标章。那如果今天在其他的地方，在其他的地方也开始推出在地米了，在地米的那个操作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去抢这个市场，这个差异性其实不是那么明显。但是现在消费者其实很聪明啊，他不是只有要吃那个地方的米这样子，他其实是要吃的比较安心一点。那以这几年台湾有很多地方在推农夫市集啊，各个地方都在推市集哦，其实是消费者正在觉醒，他们希望吃的不见得是你只有做过认证的或者说有机认证的，他其实希望知道农夫用的什么东西，怎么样种的，他希望买到的，比如说像我要买米，我可能就要直接跟认识的人买这样子，我才知道这个农民怎么样种的，所以这个其实在推的时候啊，就是玉里米其实有一个比较大的愿景，就是说在这个部分呢，会有除了在地的一个认证的操作方式，其实是希望迈向一种比较友善的操作方式，甚至是验不出农药这个部分哦，叫做基本的啦。然后另外一个就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就是不使用农药跟化学肥料的部分，来让它是一个比较更高层的，你得符合健康、安全。是。延续严先生的话，我要请教我们镇长哦。品牌在建立之初，最重要就是要顾到它的品质哦。消费者只要贡献是啦，是二排米唔好是失败的，人排去切退唔会购买用粒米。所以讲你还掌馈息之初，我们在米的品质管销上就非常的重要。我们要怎么样来有一些更积极的办法，避免是说在源头的时候，因为现在正是起步之初最重要哈，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嘛。我们要怎么样让这个所有的每一包米的品质都被管好，包括我们认证标章的总量管制也好，怎么样防止那些新米掺旧米，或者是外地米掺我们玉里本地米，甚至是一些进口的低价米，还是说可能缴公粮的那些碎米都加进来，一包米都瑕疵不得。然后后面你仅供所有办对把关。
这个也是最近我想这1-2年来台湾，尤其是这个食品安全问题，我想报纸经常都在这个报，因此我们才会想到说，其实我们对玉里米这个产地的认证制度是非常严谨，然后我们也觉得这是我们要觉醒的时候应该要来做的。那做这个产地的认证，最重要做什么？第一个就是我们这个农药的残留是不是在安全之内？好，这个第二个就是我们的米，我们的认证里头是要符合我们国家的 CNS 的2等米以上的标准。那这个是我们给我们自己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标准呢。一样的一个位阶，同时我们容重量要达到530以上，而且我们10位子一定要在65分以上，这样我们才给予认证。那在这个整个的认证里头，其实我们是可以追溯到这个履历的。好，我们想我们未来的这个认证里头，在将来我们要贴这个标章，我们都是负责任的。这个也是公所为什么要由公所来做，最主要是因为第一个公所自己本身不种稻米，所以第二个呢，公所是属于一个公的一个法人的一个地位来这个认证的话，我们有一个非常公正的一个态度，非常严谨的态度，对我们的消费者，对我们的农友，我想对所有的伙伴们，在这块土地生产的人，那对这块土地的其实是最正确的一个路，同时也可以真正帮助大家的。所以副处长负责任的一个方式跟态度，才是确保这个米的品质将来能不能做得好了哈。从天华公都该安用个清空，你也补充个捆番呢？当然了，我们最重要的就是品牌就是要让我们在地生产的这个玉里米啊，打出品牌以后，由我们在地贴上这个标章啊，全力促销，让我们打出这个知名度之后啊，把我们的玉里米啊行销到国际化，行销到国际化，你还是张梦想啦，不过你梦想都当然慢慢做吼，你下大家还是动关心又实际个做法。你时间过快问你个现场你让你讲一下，其实无论系个农民也好。也系高米厂也好，其實對呢個做法，有呢個品牌過後，上個你推展係最好嘅方式。係講其實有時一個問題就得提出來。開放部鄉親你卡手發問哦，那個先生。我讓各位介紹吼，天下第一好食嘅米定玉里，叫天和玉。天下最好吃的米就在玉里。樣好，我請問一下，你推廣呢個品牌有幾多年了呀？6年呢？6年，所以在景公所退出玉里米之前，你都已經走在政府嘅前面了哈。你起到了解定養方面，做得對讓你玉里米對用辦做整合呢，還是說是團結力量大呢，還是單打獨鬥要自己的路？你也捆辦係用辦？所以講，我嘅方式就係講吼，若有機會呢，我就參加比賽。因為比賽你若有得獎之後呢，你新聞啦吼，來電視呢會讓你播。等於就讓你做廣告咁樣吼，我用兩個方式吼，來打我品牌啊嚇。較好，因為你下米會賣得好，賣到有名，農民做個米品質會好，嚇家的兩送修改價值之後也會夠掉，農民才有直接的回饋嘛吼，那種米意願會大。你起到在兩送方面做得有嘛個其他鼓勵個方式，鼓勵應該農民做出較較好的品質個米，其實大家都是善的循環，做得賣得好，較好，你係重要的嘛？當然咯係，你啊。公部門吼，都係講你公家機關吼，佢挑一家吼，有個計劃，可能你計劃吼，3年4年就結束咧。按之後呢，你個品牌冇可能講3年4年就建立起來，吼，你係長期嘅計劃。長期嘅計劃呢，我知道吼，兩爽呢，因為你品牌若做起來之後吼，兩爽啦、農費啦吼，佢咪收入渣啦，吼，當然佢販賣米賣到好價，佢咪會千傳千。我除了講吼，你啊兩爽到你啊農費吼，就係你啊農民吼，大家咪做啲組織啲團體繼續吼，到你啊玉里米嘅吼品牌吼來打比好咧。我講一個例子講吼，販賣你啊兩爽吼，咪做啲講，你啊參加玉里啲啊農民吼參加比賽，不管全國在去外國比賽吼，啊有得獎嘅呢，做啲拿到資金嚟獎勵，吼，都有啲獎勵金樣。鼓勵農民。鼓勵農民吼，大家呢來種好米，吼，因為咧米要種比好食吼，咪要用心啦，用嘅東西咪冇強壯啦，吼，當然佢樣吼，結果就會冇強壯，所以講佢要按3萬達標吼，你用心種了好嘅，吼，得到了好嘅米呢，少少嘅獎勵機吼，我想吼，你對了推廣玉里米吼，一定有幫助，好，感謝你嘅方先生，呢個先生你好。
看到咱牛里面总算哦，然后有两个品牌推出来，产业界各头业里从一起到一年汉做的用办做的本两个品牌推广的很较好。那个主持人讲的这句话是非常正确，因为农民所种的稻谷好的话，我们收的品质就好。所以说品质要好，以我从事粮商已经有40年的经验，我认为说玉米的品种最好不要太杂。哦，为什么呢？尽量少品种，那单一品种下去的话，对我们收储还有碾出来的这个稻谷的口感、食味都会比较好。所以我也很恭喜我们玉里镇的农民，因为有我们镇公所的这个帮忙成立这个标章这个制度。标章成立了之后，以后对这个品质的提升一定非常的有帮助。是，我们要教育消费者要吃好米，对不对？对。回到最源头，我们种好米、吃好米，大家都一起水涨船高。对。好，非常感谢你嘅欣赏。好，你郭桂凤机会不给乡亲朋友，来到你讲一下种米的故事，用你米的品牌来介绍分享大家。好，你嘅欣赏，请问一下啦，哈，你看用你尽量嘅推出了用你米的品牌，产业按用要走上农民那一款，你觉得它是一个契机希望吗？係，因為像係咩就買去解米嘛，咱開始解吼，係，咱開始解吼，我哋都會有認證嘅問題啦，因為我哋農民去解會拿去認證有冇？會差唔多一筆，差唔多都係7,000元嘅認證費用，咁對於我哋農民來講吼，係一個輕大負擔。光是認證費要7000多，你喺公所那邊吼推了隻農藥檢測的驗證吼，做得減輕我哋嘅負擔那樣。所以做得得到認證嘅票條，喊卡了解有補助對你都也係較輕鬆。好，非常感謝大家欣賞。你討論聊邊吼，知此之際，正是我們這個玉里米正要展翅飛揚嘅時節啦吼，所以你要注意降排係外力嘅破壞吼，因為土地價值就是我們現在種紅米該追求的核心價值，係講。也係講了解環境受到污染，可能我們今天上半場所討論的各種行銷通路都不必談了哈，因為環境就是我們最後的依歸。你先協問下下半場，你有咧討論人為咗重要嘅議題哦，像你有咧提起安好河山河水嘅好環境，推田嘅個壓田塔也係講經濟事業咧，對你下動都該發展嘅有機產業也好，有行農業產業也好，甚至係你下動都該起步嘅牛粒米會產生影響冇？到底你係唔係要謹小慎微呢？你先協觀下，讓美國轉到你嘅討論現場。